中华民国111年，水仙府恭祝阳大天尊圣诞，敬拜水仙尊王大典典礼开始，鸣炮。一通鼓响，陪祭官就位。陪祭官恭请宾汉基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洲分公司经理李宏美就位。二通鼓响，陪祭官就位。陪祭官恭请宾汉基国行政经理陈信南就位。三通鼓响，陪祭官就位。陪祭官恭请宾汉基国总经理侯信宏就位。四通鼓响，陪祭官就位。陪祭官恭请宾汉基国董事长李秉汉就位。五通鼓响，陪祭官就位。陪祭官恭请汉芯生技公司董事长李武良就位。六通鼓响，主祭官就位。主祭官恭请水仙府主任委员、宾汉基国总裁李和顺就位。参礼人员就位，行上香礼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恭读祝文。以中华民国111年天文岁次壬寅，农历正月初9日，希望阳大天尊圣诞嘉辰，满道区满口里32之1号水仙府主任委员、宾汉基国总裁李和顺率总裁夫人李曾碧基、汉芯生技公司董事长李武良、宾汉基国董事长李秉汉、宾汉制药厂经理黄景旭、厂长罗正基、宾汉基国总经理侯信宏、国际营运总监刘宏源、行政经理陈信南、开全体干部分销经理创业伙伴蒋先生大德，今日香花素果酒礼扫罗之仪，敬献有水仙尊王谢情愿，是为传月福耀新庭，成功普照，德惠万民，威灵显现，威震八方，护佑邦国安宁，缅怀新恩，一片虔心福气。尊王身修公披，德质重生，降我家祥，调民颠覆，在役应绝，人寿康宁，宾汉基国，应运批典，绩效卓出，发现家族，体健
安康，元神光彩，家家迎喜，户户吉祥，诸事顺遂，福祥分吉，真祝福仪性感。再行上香礼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请受香。敬向水仙尊王行三敬礼，全体人员请双手合十。敬礼拜，再敬礼拜，三敬礼拜，礼成。